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利嘉閣 Cindy， 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新世界嘅大型屋苑津柏。我哋嚟到單位，實用面積272呎，屬於開放式嘅間隔。喺門口嘅左側位置係洗手間，乾濕分離。由於呢個單位係開放式嘅佈局，所以原業主咧都利用咗向上發展嘅空間，做一啲陳櫃以便收納嘅。喺門口玄關位置旁邊會有個鞋櫃，而呢一面咧下邊就作為一啲衣櫃嘅衣物收納啦，上面就係睡床嘅部分。我哋再往前行呢邊就會有個地台收納，做一個小客廳嘅部分。景觀方面咧，呢邊向翻北面，主要都係望翻去元朗市景方向。津柏嘅特點就係無論所有戶型都配備一個緊廚房，所以即使呢個係一個開放式嘅單位咧，都會有緊廚房配備嘅喎。咁呢一整面都係一啲工作台面啦，再配上明火爐頭。如果大家想了解屋苑更多咧，歡迎揾我利嘉閣 Cindy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